耶稣知影，但是当着伊耶稣无甲讲，你即个犯了奸淫的妇人人啊，你着爱认罪悔改，无安尼。耶稣用甲伊讨水的方式，然后一直进到最后讲，互伊知影，你爱得到一个永远袂喙焦的活水，就是对你头前即个人来得到，然后再讲出伊遐毋对。最后，即个妇人人就去做见证，所有听见人来信的人不加罪。耶稣用方式，来用干爹方式。保罗伫即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20到30，咱的即个所讲来拢足侪经节了，咱无办法一一讲，请咱倒转去豆豆去看。即真侪经节拢会当诚侪咱的帮助。保罗是到伫雅典的所在，伊看去到处拢是庙，甚至有一个庙内底写讲毋捌的、无捌的庙、毋捌的庙的神伫咧。所以就用迄个机会来讲，你这毋捌的神，我即马介绍互你知，就是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伊用这种方式，就将这个福音带到伫雅典。以斯帖，因为这个哈曼，这个哈曼，这个无好的人，伊想要设法要犹太人拢灭掉去的时阵，伊想办法，经过2摆会请人客，请这个王来甲伊做伙的时阵，才互去知影这项代志。结果，这个哈曼这样代志诡计都无办法伫迄个所在来实现。现在写你毋是直接就讲，你袂使直接去甲这哈曼讲，你为甚物要甲阮犹太人灭掉？讲啊，伊要甲阮灭掉安尼，哇！你可能这个讲嘛听袂落去。伊用着干爹的方式伫迄个所在，咱要甲人谈的是，有可能嘛是有参照安尼，甚至咱嘛有可能安那爱第三者伫迄个所在来介入着。到底要安怎是？咱就知影，咱需要有智慧的。咱毋望上帝互咱有智慧，帮助咱会当分别伫倒什么时阵，啊向什么人，用什么方式，伫迄个所在来处理这个冲突问题。两个人会当对面讲上介好，但是嘛是要第三者介入才会办法。圣经中间只要举3个例，雅各甲以扫。雅各因为用红豆饼欺骗伊的兄哥，得到这个大囝的身份的时阵。伊哥哥就要杀伊，然后伊逃走了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伊要倒转来甲伊兄哥见面的时候，伊惊伊兄哥会去杀伊，所以派3批人，一批人拢带足侪礼物，甲伊萝卜做去3批去，拢先当着伊的兄哥，就讲啊啦，这是礼物要送互你的。雅各甲伊讲，毋通透过这个会当消因哥哥的恨，伫咧。结果永远都是无杀伊吼，所以有达到这个效果。约瑟甲伊的兄弟见面的时阵，约瑟去伊的兄弟甲袂去的，所以兄弟惊讲约瑟报仇，派人伫约创世记第50章16节，派人去甲约瑟讲约瑟互伊带念着兄弟的情，等等遮个约瑟就无杀遮，但是约瑟我相信伊本来就无要杀因啊，无要甲报复伫咧。但是伊的兄哥惊，就用这种方法，第三者的方法。大卫甲这个拿巴的这种冲突嘛是安尼。拿巴看轻大卫，咱家己倒转看这圣经上，也看见大卫讲，大卫算什么？亚西算什么？我敢会当凊彩将物件互伊流浪的这个人伫遐来互因食噶？大卫非常生气，带兵丁要甲拿巴贵族拢甲杀死。拿巴伊的太太亚比该听到以后，紧去讲情，然后这个代志就无伫遐来发生。咱的冲突会当面对面两个人来讲，实在是真好，上较较袂引起一寡困扰的。但是，但是你嘛需要安那有第三者伫遐来介入，特别参与下面这几啊情的是更加你需要。咱来时有人咱家己袂晓讲话，咱讲话真冲，咱讲了真无好势，真粗鲁的话。讲了最后本来是好话，互咱讲了才变无好，甚至所以有言语的这种技巧伫咧。啊是这身份地位差太远咧，伊感觉讲你来讲，你根本就是看轻我嘛。你无用这个对等的，啊是你影响来等等才会考，你还看对方有考虑到这个无？甚至因的文化背景无共款，因尊重一个尊重一个长辈，爱长辈出面来讲才会使。等等才因为传统问题，啊是你要找一个。甲对方关系袂歹，这个人来做第三者来讲，啥物更较容易成功？等等，这个两个人若是互相有这种暴力，这个是你互因两个人去谈，当然嘛是无好。暴力会再次的，搁一摆来发生的。搁民主问题，等等，这个你考虑到这个时阵，
你就感觉很大些，你需要第三者来介入者，到底要安怎分别？求主帮助咱，求主成就点智慧。咱下伫祈祷中间，向主来祈祷讲，我有碰到这问题，有兄弟得罪我，主你甲我教示，我都爱去，我都要来得到伊，我要安怎来得到伊？求主你成就我智慧，你成就我有一个稳定的话语伫咧，我会当伫遐伊知影讲，毋是我会当，是要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前，因为主你会听，所以咱若拢到伫主你的面前，咱即个冲突就会当伫遐来解决掉。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时阵，人得罪你的时；第二个是啥？当你若感觉讲你若无去讲的时阵，会产生真大的困扰伫咧时阵。真大即个无好问题，即愈加愈大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就是你爱紧去，是为着要避免无亲自面对面伫遐来讲认罪的时阵，达到即个彼此来即个疗效的时阵，即效果时，咱都爱去讲。圣经中间，互咱有几样的教示，互咱看者。头一个看讲大卫甲伊的囝押沙龙，伫撒母耳记下卷15章18节，因为因无好好伫遐来讲着疗效，得到即个解决的时阵，押沙龙竟然甲另外称做王，家己设立做王，要推翻伊的老爸大卫。爸囝中间哪会变做安尼？原来因无得到迄个中间的即个冲突，无得到解决。所以当这种情形，到最后咱看见足侪人因为即个战争伫遐来死去。真冤枉，加死遮侪人伫咧。事件甲即个雅各，事件的人因为犯了罪，用即种强的方式强暴了即个雅各的查某囝，所以伊遮兄弟雅各遮后生，遮兄弟大家就毋甘愿，想要报复，安怎报复？甲讲阮即个查某囝，阮即个妹妹会使嫁互你，但是你得爱安那，你得割礼。阮无割礼的人结婚呢，等于割礼的时阵，等于行动无方便，你听是安那？因举刀去甲所有的查甫拢总杀死，为什么？因为因无即个冲突中间无真正得到解决，无伫遐有即个下面，无伫遐有饶赦，完全得到改变所引起的。所以咱若知有即种效果的时阵，咱就一定爱去讲。上帝咱每一人毋是保持真远的即种距离的，还是透过第三者，一定都爱咱是一对一，才有真正即种沟通伫咧。因为上帝甲摩西嘛是安尼，伫出来记33章第11节时，伫遐讲啊，上帝耶和华甲摩西面对面讲话，亲像人甲朋友讲话一般样。耶和华上帝看重伊的百姓，伊的百姓只有透过摩西伫遐咧传话，所以伊看重遮，伊就用面对面，亲像人甲朋友的方式伫遐来讲。到约翰二书12节时，伫遐佫讲伊讲，我本来佫有足侪代志要甲你讲，但是我无愿意用纸笔来写，我等到以后甲你当面三甲讲。当面三甲讲是上界好方式。当咱要来解决咱的冲突问题时，咱有人得罪咱的时阵，还是有当着知影讲，咱若无去当面去处理时，伊引起真大的即个困难的。所以主爱咱会当面伫遐来解决这问题，但是咱那些嘛是需要第三者，所以第三者只不过是起一个头那点，最后咱嘛是要面对面伫遐来解决，彼此表达咱的毋对，彼此认罪，搁伫遐得到赦免了后时，做一遍做伙来经历着上帝恩典甲即个和平的，这是第二个，咱着爱安怎伫什么时阵去讲。第三，就是当你对方，你感觉什么人对你心内有碍腰的咧？华语讲疙瘩啦吼，台语应该是讲有碍腰，就是安尼怪怪。这个人我看了就足无顺眼，伊若伊出现的所在，我就无爱出现。我看到伊心内就开始安尼豆豆咧气起来，佮听到伊讲话更较生气。有即种的人啊无？我想有。有人看到牧师会安尼，我想嘛是有。啊，上界好是毋通较侪啦。我看到别人有啊无，加减嘛是有。我想咱逐人拢有，有的是真细，但有的是真大。细是细到讲安尼，内当无看到伊上界好。大的时大到讲吼，看到伊我就一百岁就安那，就要起来啊！你有冲突伫遐发生无？当场无，这是长期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发生的。安尼的时阵你要安怎？
通常有种解药，你拢会感觉讲啊，迄是伊家己买啊，我哪有关系？跟我无关系啊。所以咱才讲了啦，你若感觉这是对方伊讲毋对，伊家己误解产生的，这完全拢是伊家己的问题，我家己无啥物责任，所以我无必要去讲。但是今仔要甲咱讲，主爱咱主动去讲。为什么？就是伫马太福音第5章23节到24节讲，伫迄个所来讲，所以你若要献啥物物件到伫上帝面前，你记得讲你的兄弟有啥物为协献你？华语版就是安，华语版讲有啥物怀怨，就是心内对你不满，看到你就一文无欢喜，就无受，就安尼真无爽快，啥安尼？啥物原因你毋知影？但是你知影有人对你安尼是安那，你甲你的礼物下咧，先去甲伊和好，然后安那再过倒转来奉献。为什么要安尼？有几样原因，理由伫咧。头一个，即圣人在甲咱讲，你有啥物嫌言、嫌嫌的时阵，有啥物怀怨的时阵，无讲有啥物原因。有可能是对方误会，有可能是伊根本就是毋知啥物主观的原因，看袂顺眼来啥拢不管。有合理啊，无合理，伫这圣经中无甲咱讲啊。你若当着合理的，你就免去；当着无合理的时，你就安那。合理你就爱去，无合理你就免去，无安尼甲你讲的呢。既若有的时，你就安尼去。第二是安那耶稣的命令。第三呐，你若愿意安尼做时，你要做见证，人较会当相信讲，你是一个有听的基督徒。你若愿意面对这个时，你会当得到平安，别人嘛得到平安。你嘛可能会去发现到你伫这项代志其实有你的毋对，因为咱常常袂当看去咱耳仔查，咱拢看去人的草仔油啊。所以人这项代志无可能干一方的毋对呢，绝对是两边拢总有可能大，可能小那点。当你若愿意去讲时，你会当去看到家己的毋对，你嘛有一个机会当去解释你的误会伫咧。但是要做这个时，有一个非常重要，就是你的出发点是啥物？你的出发点是出伫听，出伫要若要甲对方和解时，也是为着对方的好。为什么为着对方的好？就是咱理由中间欠一项讲的，伫下面咧讲，就是咱人内心咱有苦楚，有愤怒，有生气，无了解的心的时，其实咱是上帝眼中已经是非常重的罪了，因为已经隔断甲上帝关系。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。讲上帝的手毋是短呢，毋是袂当甲咱拯救的，耳孔毋是动袂当听呢，是因为咱的罪过，互咱甲上帝隔断去啊。咱的罪恶，互伊毋面不爱听。所以一个人若心内有罪，即个有罪的时，你就甲上帝隔断。但即个罪是啥物？当你有苦楚，当你有这怨愤，当你有袂当了解别人的时，你就已经犯罪啊。人心内对你有解药的时，即个为倒来，对咱来。迄个人我无安怎，但是伊就看到我，伊就已经解药啊，伊就开始有100岁就起来，伊已经隔断甲上帝的关系，伊甲上帝已经隔断啊，为倒来，为咱来。所以若当伊想到安尼，心就讲有影呢，看起来敢若我无关系，但是其实咱有关系的。搁一个圣人在甲咱讲安那，讲即个苦楚，即个物件吼。会安那敢若迄个流霜共款安那，会甲咱的身心灵拢啊得着安那，拢甲咱侵蚀哦，个叫做种擦气啦吼，气擦啊。但是华语版就是讲安那，讲被腐蚀吼，啊，就敢若精神共款呢。原来咱有这怨愤，咱有这种苦楚啊，这种无了解心地的时，一直安那，一直互咱的心得着苦楚。咱就敢若精神共款，咱已经甲上帝中间已经隔断去啊。若是咱害了别人安尼时，咱当然就要努力去化解这个。虽然咱家己敢若无代志，但是对方咱看见遐尼苦楚时，咱真都应该爱努力去化解这个物件。伊嘛无一定会听你的话，你无办法强迫伊，但是你会当有机会尽你的部分，你会当把这个误会伫遐来解释清楚，你甚至嘛会当。除掉讲即个中间的即个隔阂，互以后要搁伫迄个所在讲的时，会当较容易。罗马人书第12章18节就讲，咱若会当的时阵，咱得甲正人来好，会当甲因好好。我相信即个部分是要甲咱讲，咱来尽咱的部分。